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王小琪。我家下呢，韩国了冻酱嘅天气，当然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天气顺条有冻差发嘅台风屋。天气拄咧去台风屋，当然咱系非常普遍嘅情况，为到会主动按个情况继续恶化。伊拉人政府呢，系到上涨也未出新年份嘅时节，正式通过咧行政命令，为规范人白为行农三个人。天出为系农民哦，按个限制做下去，到底对了个情况做得有规什么？村民大会今日咧同伊咱采体，求到的农民，还有人政府，还有农业专家，共下来关心讨论，让批去到讨论现场。开会了！天天讲条咧，到村民大会咧下届讨论现场哦。样片咧为大家扫介里边，题目呢扫介系宜兰县政府农业处界副处长康立和康副座，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副处长。听里边呢，你扫介系交大的副教授蔡燕玲蔡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老师。第三位来宾呢，扫介系台湾农村阵线联盟的研究员陈平轩，平轩好。主持人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宾到你讨论哦。现场虽然讲伊唔系动动，不过大家都会非常安关心敏感农业议题哦。那我们知道说，在2000年农发条例解禁之后，在2006年雪山隧道通车之后呢，有几个大现象在我们宜兰在地发生，包括说全国有2/3新盖的农舍都是盖在我们宜兰。那这些盖农舍买农地的人当中呢，超过60%以上都不是农民。那这些盖好的农舍之中呢，超过60%以上都是盖好的立刻转卖哦，就是因为农地可以开始盖农舍来卖，所以农地的价格就水涨船高，变得非常贵。真正的农民没有钱来买农地生产，那农地的耕作面积就越来越消失。那我们知道在地的宜兰农民团体也一再的疾呼说，希望真正可以落实农地农用，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问题非常的严重。都进行个讨论之前，你先透过新闻分析报道，先来好好了解一下。今年嘅宜兰，常天绿地嘅环境，还有各式充满设计感嘅配装，就到了片。呢啲配装大部分农土田野之间，也就係一般講嘅農舍。根據統計，2000年農發條例修正案實施了後，全國有70%嘅農舍就轉到宜蘭。呢啲農舍有8項並無確實農用，農業環境資源受到嚴重破壞。因為呢，宜蘭縣政府先通過此次條例，未來將嚴格審查。去農下嘅資格，一方面當然是糧食自給的應該要保存的農地它受到迫害。那這些污水排放或者是這些土地的這個以後很難再改良回來。那這樣的一個狀況造成很大的影響。宜蘭它30年來最重要的產業是觀光，所以地景其實是很重要的觀光的資產。那這個地景如果做了很大的改變，影響的就是很全面的人的附加價值的服務業的經營的條件也受到了影響。所以對於這兩件事情來講，那如果有這個比較積極性的作為，去面對農田裡那麼大量的這種房舍的興建，其實對整體是重要的一個政策跟方向。實施嘅審查方法包括未來去農舍新上人要有農保資格，亦係要實際做農工作嘅設計書嚟到。另外，農舍建築必須一片挖路，一片挖鐵界線，也就會順帶其他田東岸，同時面積順帶超過農業用地面積10%。按你看起來，嚴條嘅審查標準，則受到部分人士質疑，因為壓力來標稅，條件比本來嘅草案相對寬鬆。縣政府要有一套，不能說現建就現建哈。應該要怎麼好好照顧我們這些農民，去蓋農舍，讓能夠農民雙贏。那不要讓我們的農價一直在往下跌。那誰要來投資我們宜蘭的農地呢？你要審視嘛。宜蘭縣政府嘅出發點，可能係因為愛保留農地環境先，阻止大量去非農用農舍同買賣。不過，透此次條例通過進程嘅非農用農舍，咁實在有更加完善嘅規定。另外，未來審查嘅判斷力同執行面也可能係一個壓力。無聽說投資人士會用上游政策還有對策嘅方法來應付，本此次條例嘅效益達當到嘅折扣。
面对农体农地一直被吞噬，然后农业开始没落这样问题，其实宜兰县政府在过去也不是没有态度，也是希望在农业这块好好的来发展哦。既然问题是出在人可以随便来盖农舍，那就针对人来好好做问题。所以呢，宜兰县政府在今年2月20号的时候呢，就先暂停发放这个农舍新建的许可，还有农民资格的申请哦，先是做这个修法的进一步准备啦。那到3月23的时候，就抛出了这个修法的草案，其中呢，针对这个盖农舍人的身份认定趋严，一定是要农民要实际的务农限制哦。那当然，这个议题抛出来之后，立刻议会有部分反对的声音，那还有很多的房仲业者全部都跳出来抗议，吵吵闹闹的都不肯善罢甘休。那不过呢，宜兰县政府的态度还是强硬，认为要执行这样的行政命令，在4月7号的时候就正式通过了这一次的修法，隔了3天，4月10号就正式实施。我们来看看他们这次修法的内容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面向哦，就是说，既然你一定要在农地上盖农舍、盖房子的话，你一定得具备农民的身份，就是你要有农保身份。如果你没有农保，你要有实际务农的身份或行为，那怎么鉴定呢？大概分成3个。第一个，你要签切结书哦，我真的有在耕作。第二个呢，你还要准备这个买这个农业生产资材的证明，你要提出证据。那再然，既然你有做农作物，那你总得销售吧，所以你也有销售的证明。这是针对人的部分。那针对房子有没有一些规范限制呢？我们讲农舍本来是放农业工具的，可现在变成高墙大院的别墅，所以我们就规范你的形式。来看一下怎么规范呢？农舍建筑的部分，第一个呢，你一定要在道路或者是地界线两旁，简单说就是在旁边的边边角角，你不能盖在田中央，因为你一旦这个豪门大院盖在田中央，这块田大概也就废掉了哦。那再来一个，看到围墙的高度不能超过1.5公尺，这样的考量可能是围墙越高，可能打的地基就越深，那破坏农地也越深了哈。那再来在地貌景观上，哇，你自成一格变成一个城堡，跟整个农村的生活文化的这个肌理也是不合的。那再来的建筑面积也不能够超过农业用地的面积的10%，所以针对人、针对房舍都有限制，显然好像会对这个现在这个农地失控的状况会有一些的遏制。那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农业处的副处长，先针对这次的修法的内容细项，我要请教您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我们看到说，其实在3月23号先抛出了一个草案，当然受到一些部分的反弹。不过一样，我们就继续要坚持做对的事。4月7号还是通过了修法，只是说2个版本的内容有些不同。透过这个画面，我们也给观众看一下。3月23号的版本提到说，哇，你的工作还得满120天，得连续2年，还要有40任3人帮你挂名保证，不是你自己说了算。那在修改了之后，4月7号所通过的是指说，你大概只有农保证明就可以了，还有你自己签切结书就可以了。那外界当然肯定说，宜兰县政府现在这个亡羊补牢、由上未晚是挺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样子内容的一个高低，有没有放水的疑虑啦？或者是说，是不是在某一些修正的程度上有些妥协？是这样解释的吗？副处长，你有没有说明？基本上在这个120天这个部分，其实不管怎么样，那个都是一个可以去把它取代的，它随便一个证明，我们都觉得那个其实只是一个佐证资料而已，重点还是回归到那个实质审认。你一定要是有务农行为的人，我们必须要组成那个审查小组，那我们去针对他的经营计划，我们去做实质审认。是，所以其实前面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我们讲的，它是一个条件，一个规范就对。但是这样的条件，它其实必要条件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当初其实更严谨的是，我们希望只有农保。你只要有农保才可以盖农舍，否则免谈。但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有调查过，有农保的，其实在宜兰县那个不到10%，那个在全国不到32%。所以其实从县府的积极目的来讲，就是你要盖农舍，你一定得是农民，那你的身份会有很多的限制。那我再请教，其实说起来，这是从开源上，在源头上先给予基本上的限制跟爬书啦哈。那我想好奇，我想其实一般观众也很想知道，我在源头限制你一定要具备农民的身份才能够盖农舍。那接下来我们还得看往后的日子，你们要怎么样持续去
查核他有持续耕作的行为，而不是说我现在具备了各种的条件，我办了我是农民，然后只要一关我头过身也过，我就可以开始做别的利用。这方面你们怎么样来控管？这只是一个资格审查的一个条件，对后面还有要申请建造跟实照。那建造实照当然他们其实要集中配置。那完了以后呢，那我们还要去做所谓的稽查。我们依据我们宜兰县的对于农舍的查报取缔要点。那我们必须每半年就要稽查一次。对于新的部分里面，我们都会去做。新的是每一件都要查，还是抽查啊？我们基本上如果说以102年以后到现在54件，我们基本上每一件都查了。每一件都查，他还没有办法钻漏洞哈。对，每一件都查了。先谢谢副处长。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在2月20号那时候就是先进发这个停建这个农舍的证明，从那个时间到现在4月来通过修法之后，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我们宜兰县就有240件，还要继续这个锲而不舍的来申请农舍。那透过这个标准跟门槛去爬出，可能就会先筛掉一大部分的了哦。那问题我也请到今天也有县议会的代表，我们的议员也来到现场。薛议员你好。我们看到说，其实县政府在通过这次的行政命令哈，这次势在必行，已经箭在弦上，要射出去了哈。那我们看到说，总结各种规范之外，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审查小组来专门审核未来宜兰县境内要申请盖农舍人的资格哦。那在前部分第一个版本是当中罗列的农业处、建设处、公务处是跨处室、跨部门，大家都要一起来审。那呢，还包括说现在的处长是召集人，每个月要召开一次的审查会议。那我们发现下来，既然设定了这样的新法要来执行是很好，那在执行的过程就变成关键。所以什么是关键？就是审查小组的作为跟效率就是关键。以现在现有的县政府的人力哦，包括他审核，你看2个月就240件，1个月120件，这么大量体的这个申请的案件，如果说他效率不彰，可能还真正阻碍到有需求盖农舍的农民。如果说效率很彰的话，那会不会是也权力无限上纲？不知道在议会的理解跟你们的监督是什么？我们1个月就有这么多的案件量，在这1个月内真的能够处理这么大量的案件吗？何况它还是一个跨处式的工作会议，在这样的工作会议之下，其实审查的效率跟速度的确是被提出质疑的。那第二就是您光是每个月的审查可能就做不完，那接下来你还说到每个新的农舍都还要继续去做，就是做它的检查，去所以副处长还讲说，每一件新的都要一件一件去查核。对，如果后续的你也要继续做，去看它有没有落实嘛。对。那在这一点，它也会消耗非常大量的你说人力跟时间跟经费。那我觉得在现在的编制之下，以及现在审查小组的就是运作上，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审查是会质疑它的效率跟可能性的。所以说这个是议员也点到了这样的问题，值得担忧。那平轩我也请教一下，其实看起来这样的利益在过去来讲也算是某种程度积极的想要来解决这种土地被吞噬的状况了哈。不过你看到这一些细项比较起来，刚刚我们议员也提到，其实审查小组的实质作为也是一个关键。你对于宜兰县政府这一次行政命令这样做下去，你有看到一些什么问题，有可以提出建议的吗？那我想这一次宜兰县政府做了这个调整，那基本上是让宜兰农舍失控的方向，然后稍稍的拉回来一点点啦。但是在办法的规范上面我想可能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精进的地方。那包括像是如何可以新建农舍的资格这件事情啊？那说真的，我们说120天，宜兰县政府认为120天这个东西，他随便去拿个证明来也可以。但是说真的，即使是现在公布的东西，那比方说生产资材购买凭证或是产销凭证，这个有心人士他也是可以去弄到这个东西，顾问公司一样可以帮你弄。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办法是垫高了新建农舍的成本。那我想真的要去做农舍的管制的话，还是落实在查核是吗？落实在查核。那刚刚处长也有提到说，新建的54件都会去稽查。不过我也想请问，农地农用是一直以来的原则，这个也不是新法，这个是旧法就规范的。那过去的7000多件，宜兰县政府是不是有打算要处理？好，那蔡老师我也请教一下，其实这个法出来大家有几个问题啦。第一个当然我们就讲说，从此以后你要照着我的门槛、我的标准很严哦，我才能够让你来盖农舍。那当然盖了农舍之后，我要持续监督你，盯着你要持续做农务，来吓退那些真的是要来投资、炒作、买楼的人，这是一个问题。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好，这有这个法，我们一般讲说法不溯及既往，那可是我们知道在宜兰过去就是因为可能没有
够力收束，所以其实在这块平原上盖的房舍已经太多了。针对一些特殊违规的农舍事件，过去的查不查呢？所以这也是变成一个优先的问题。你的看法？其实我想说，就是现在宜兰县政府来做这样的一个查核的动作，它有没有一种信赖保护的问题？我想这是很多房中业者会谈的。但是在我的想法里面，事实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亡羊补牢的问题，就是事实上以前就应该要做的事情，只是没有做，拖到现在了。对，那所以这个事实上，而且这样不是只是一个宜兰县政府，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宜兰县政府只是说，就是做了一个全国的一个表率，那开始做这件事情，他们本来就是在做。真的，全国人民应该期待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说就是好像突然间把这个限制拉得非常的严，然后造成了很多人的损失。那我想很多人会认为说，就是我们这个来买农地啊，我们想要盖农舍，我们想要盖民宿，那这个事实上我已经投资很多金钱在里面。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投资的话，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投资是一定保证你要赚钱的呢？所以呢，如果是投资的话，那就请这个认赔杀出，请愿赌服输。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应该是想想看，我们的台湾未来我们要投资在什么事情上面？是我们未来的粮食安全呢？是我们未来子孙的这个万代之计呢？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景观？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农业的永续发展？比较长远的价值，其实都是要并到现在来讲。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真的大家应该要去投资的东西。谢谢你，蔡老师。副处长，其实在这个案子在之前讨论的时候，跟现在正式公告施行的时候。听说了哈，我们宜兰的房市确实感冒了哈，有点一片冷飕飕啦。所以显然而见，政府的政策的推行，对在地方的实际的产业的反应，它是有联动的。那我们刚刚就是要问到的2个问题，第一个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审查小组，它的规模、它的行政效率跟它的人力，还包括预算的编制。够支应你们所设立的这个良好的办法去做后续的落实跟监测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要再请教，那现在法设了哈，我们只管未来，以前的管不管？以前违规的破坏农地、产生伤害行为的管不管？基本上亡羊补牢嘛，所以看到现在农地的乱象，我们一定要先止血。那个止血里面，那当然对于整个农地里面，我们必须要去做。整个严格的管控，这样的管控就是你实际在从事农作的经营规模，你才有居住的需求，才可以盖农舍。这样的一个原则是我们在整个审查里面很重要的核心目标。所以基本上，是不是人力是不是可以落实这件事情？那你们做好准备了吗？现在我们当然一定，如果说。如果按照那个抽查的部分里面跟检举的部分里面，我们一定会去来去做处理，就是人力的调配。但是你们先放在优先的是新盖的啦。但是还是秉持那个新的部分里面的一个部分里面，我们去做一个比较严格的管理。在以前的部分里面，那从几个概念里面，我们县长其实在历次的这个公开谈话里面都已经。都大概都会谈到是说，我们必须要由大到小，然后呢，那个我们必须要去做所谓的这个渐进处理，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公共危害安全的优先处理。所以你们会先设定一些模式或条件，最严重的先处理，次严重的再继续处理。因为它基本上它不可能一次就要把它全部。那我想一定还是要有一些真正在从事农作的农民，他们基本上也有农事需求。有些什么新的拆除的绩效吗？最近？那个拆除的部分里面是要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当你有抽查或是有检举，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违规的一个告知，那跟他们必须要去做申诉，所以我们必须要依照区域计划法在处理。那我们再来看几份数据，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几个问题哦。我们看到说，其实宜兰县历年的农舍同意搭排数，这个搭排就是说，新盖好的农舍它总要排放家庭废污水吧？那它要自己排放管道没有的话，就搭这个农会的这个灌溉沟渠的水道排出去了哈。那我们看到历年来，从民国94年一路拉到现在的102年、103年，每年平均就600栋、700栋，所以一个搭排数差不多等一间房子啊。所以平均哦，一年大概都600-700栋的房子在盖起来，就等于是一天要盖到1.7栋这样哦。所以这个量是很大的。那我们再看到说。宜兰县既然这么连续这么多年来都是房子涨不停的情况，那又是分别在哪一些乡镇比较多？我们看到很多一枝独秀就是三星乡，在去年就有143件，因为
三星乡有一个很有名的新建的有机村，可能那些有钱的投资客跟大老板觉得把别墅盖在这边有机无毒，可能比较不会死啊，所以大家都来这边。那再来看到罗东、圆山，全部都是有92、104件，都非常多。问题我请教一下平轩，我们对照这样子的一个不断在农地上盖房子的速度，还有刚刚我们所看到这次县政府的修法内容，我们发现到他们严格规定你在农地上要盖农舍，你一定得是农民，否则免谈。我们只发现到他是要求要盖农舍的人，可是没有要求到这个农舍盖好了是卖给谁。如果说也可以卖给一般的自然人，不一定是农民，那这样子我等于将来我还是可以买农地送你农舍一样，这个出售管不了，这是一个缺口吗？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口。过去在宜兰这边其实实际上发生过的。那因为受限于法令的各种规定，所以实际上建商在操作的时候会找老农来当人头，老农盖好了。当人头，然后先盖了一个小小的屋舍以后，然后后来等到移转的期间经过了以后，然后移转给别人以后就扩建，这就是过去宜兰的狗笼农舍。那当然宜兰后来对这件事情有做一些处理，那稍稍的遏制了狗笼农舍的状况，可是找人头这件事情还是持续在发生。换句话说，我如果可以透过找人头的方式，那我之后移转的时候再把它移转给自然人，那么我们针对起造人的限制，其实就是形同虚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所以如果说一定要管这个农舍盖的人是农民，那买的人也得是农民，你必须维持农用，这是它基本规格了哈，这是我们希望做得到。那副处长，这是我们县政府当时没想到的吗？还是你们想到却很难执行的？现在农委会前阵子不是公告了吗？那他已经在全国版里面，他说预计要在6月底公告啊。那他们有针对那个承受人这件事情，他们有定了一个是说，除了继承以外，还得是农民吗？没有自用农舍都要符合农舍申请人的这个身份的条件，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那未来可以透过这个法条的建立，然后我们对移转或是承受人，就可以实质的审认他是不是有实际在从事农业经营。对，中央母法既然有做了这样修正，那我们地方当然就可以借着有法源，你们就会跟着这么做了。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在场的乡亲朋友哦，其实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修正草案哦，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今天我们的社大李阳老师来到现场，你好。会有这样的发展，应该最源头是农发条例上出问题，因为它讲的是农业发展，而不是农业永续发展。那发展讲的是自由竞争，然后它要农民一开始又没有限制嘛，所以会造成宜兰70%的农舍盖在宜兰。那我要赞美一下，我们宜兰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农舍？因为我们以前的土地重划做得太好了，每一块田旁边都有路。所以盖农舍比其他县市更方便，还有我们美的地景造成的。那因此造成了现在这几年来的现象，我用简单的2个字，叫做掠夺。掠夺啊！那抢了农民生产的基地。对，因为自由经济的关系，会自由竞争，所以上开用的、上开变的人，能够产生抢夺优先嘛。而且种房子怎么样也比种稻利润大，是这样吗？对。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县政府叫做亡羊补牢。那县政府也可以说带领全国，然后逼农发条例不得不修改，因为我们的农耕面积已经低于国家安全标准了，所以很欢迎这样的转变，依然是全台湾的带头者。所以老师其实这是一个善的转变哈，我看到我们这样推动，中央也在6月底就会有一些新的修法，这是好现象。先谢谢老师。所以其实大家一再提到这个补破网了哈，这破掉的渔网好好的补，还是可以下海捞个好几回。现在做永远比什么时候都不做更好。还有我们看到纪录片的导演来到现场，其实你在地的观察，好多老农或者是农民的实际生活心情，听说你也领略很多，是不是也可以分享？其实我有教过一个国中生哈，那国中生跟我讲说，其实他跟他爸爸都在等着他阿公把地卖掉。那其实那时候听了其实是很感慨。那我们曾经有遇过一个老农，他说他儿子那时候上台北的时候还没有跟他说什么事情，不过他结婚的第一件事情回来跟他爸爸说，希望他爸爸能够卖地支持他在台北买房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农的心情他很复杂，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想说为子孙着想。那其实老农他也正在为子孙着想，他也想说他把地卖掉，他的孩子可以在都市里面过好生活。所以我觉得老农第一个他承受他来自他孩子的压力。奇怪，那如果孩子第2代需要钱，那不能好好的耕作来生产农作物卖钱来给孩子吗？对，这个问题也很好。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耕作我们农会的收购价其实没有很高。然后第2个就是
其实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愉快生活的同时，我们要知道，其实农夫他并没有得到他劳动相等对等的经济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农田是好的，粮食是重要的，那这个东西的压力应该是由全民来摊提才对。所以我们认为老农不应该承受来自两方的压力。第一个是他孩子要他卖田，第二是他卖田，他隔壁邻居会说他话的，他说啊你那北得啦，什么莫忘祖，可以忘祖宗的，但是不可以卖祖宗田，怎么可以卖呢？那一直赚不到钱。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啊，你不要卖田，不要卖田，我们把压力又再加注老农身上。所以我认为老农不应该承受来自这两方的压力，我们应该让整个社会去摊提那样的压力，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先谢谢你，后续还要继续请教你啊。其实如果在大环境上是对农业友善的，农民种稻种水果，也可以跟在投资银行上班的那些银行家是一样收入的时候，地是如此的珍贵，是祖先开垦下来的遗产，又怎么可能会放掉？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环扣的问题。其实除了今天聚集在这边的很多农民来关心之外，我们的记者呢也在宜兰到处去搜刮我们在地农民对于这次宜兰修法的一些意见跟看法，透过样片，你也来看，记到有嘛该想法。一几年来，当地民众回归天然，有人耕作，有人开民宿，亦係幾人天然餐廳得到。雪山防控開通了後，無公有區污染嘅宜蘭變做天然車，日就會唔會難理解。做乜嘅短經驗，新整個農舍有2/3農同宜蘭。我覺得未來的宜蘭農村應該可以成為想要回到農村，不管是生活或者是務農的人一個做夢的基地。這幾年，我覺得這幾年的農村已經開始有一些劇烈的變化，就是農2代或農3代他們離開農村，因為這個農村的環境他們不喜歡。可是有更多喜歡農村的生活，或者是說喜歡務農這樣的經營形態的人，開始慢慢回到農村。新鮮嘅水同好空氣，在尤其越來越時行嘅潮流之下，上海優先農作嘅農友同宜蘭實在有發揮嘅空間。另外，1點鐘車程就是在對台北到宜蘭。土家撇裝就係2代人追求嘅目標。嚟到其他農田嘅農舍，外邊車法要車法，外邊設計甲也弄要貼片嘅風格。唔過，台北上農舍無確實內容，只滿足土家開民宿、天然餐廳嚟到夢想嘅事。上海嘅係天然同農業資源破壞撇。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農村夢？那原因是因為好山好水嘛。但是如果說你進來的時候，反而破壞了好山好水，那就有點本末倒置了。那你不能說啊，我進來，好，我們有時候開玩笑，好像有點類似像掠奪這樣子。那掠奪完了以後，大家都沒有了，就有點像是蝗蟲過境，我把那個資源全部搶光，然後到最後沒有。大家想想看，當我們的宜蘭的農地全部是長房子，而不是長稻子的話，那你還要做什麼農村夢？托法令規範地表嘅農村夢。大家追求夢想嘅人，攏有佢嘅自由規劃自家嘅藍圖。不過無停止嘅種屋同農田，糧食生產減少，先莫講，無天窗能熱，農村嘅景象減是得按火害。而呢個台可能只係此時嘅滿足自家，無想到後台子孫，因為佢哋也應該愛有同人哋共款嘅權利。除了这个農舍亂蓋，我們也注意到哈，這個土地轉移率很高。什麼叫土地轉移？簡單講就是土地買賣啦。我們看到剛剛的一些例子哦，包括像這個東山84件、圓山92件、壯圍72件。其實在過去哦，他們這個土地買賣都是逐年增長。以103年來講，這幾個鄉鎮哦，他們在成交這些土地裡面哦，超過80%。都是來自於農地。那我們再看到呢，其實這個農舍商品化有多嚴重哦？就是新建的這些農舍裡面3000多件，移轉的呢就有2000多件，這移轉率啊是61%，大概就是超過60%那麼高。那蔡老師，我想問到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我們的土地真的是價值太高，還是沒價值？怎麼這樣轉移的這麼快？是不是某種程度像雙北市？兩個新北市跟台北市，自從我們開始有一些打房政策，有奢侈稅，然後有實價登錄之後，這些投資客、散兵游勇這些游資開始來熱炒東部的土地。現在東部土地條件比較好的，一坪看得到海的3萬，摸得到海的5萬，哇哦！那這樣子真正想要用農地來耕作的人就沒有，而且在這些炒作土地當中，大部分又都是農地。這樣子的問題是不是也是在我們除了看到農舍的亂蓋之外，更令人憂心，也更規模慘烈的一個狀況。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同意哈，就是其实我在宜兰，我们现在也都认识很多这个营建业、建筑业的朋友。那我最近都一直在跟他们有询问他们的状况。那其中有2位就跟我讲说，其实他们现在都已经在规划，就是要外移到花莲或者是台东去，真的要去往东部走。对，所以就是可见，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压力，虽然我们在宜兰成功的好像暂时把它挡下来，但是呢，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它的话，那事实上这只是会是一个移转的一个问题，而不是真的从根本解决问题。那老师觉得根本是什么？对，那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究竟这个农地的价值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台湾农地的问题结构整个来分析的话，其实第一个是说它的生产价值太低，就是刚刚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有讲到，在生产上面，因为我们的政府控制了粮价，尤其是这个稻米的价格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在整个农业的这个发展上，我们对于生产一直没有一个积极的政策性的去规划。我们的这个农业政策事实上对台湾农业成长率的期许是0哦。然后我们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农委会的预算呢，2011年的时候90%是用在消极的补贴，换句话说就是老农年金还有休耕的补助。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跟欧盟去比的话，他们是把大部分的农业预算拿来去鼓励农民从事积极的生产，所以这2方面的这个资源投注的分配差距这么大，那当然我们的农地的还有农业的生产价值差距也会这么的大。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生产价值很低，可是我们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价值非常的高。资产价值的意思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地，我去养地。来，我接下来去卖它，或者是我养地，我来盖农舍。那这个我中间的这个获利，我去把它这个套利的这个机制，带来的这个利润实在是太诱人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在土地整个的这个国土规划以及相关的农业政策上，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使得大家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我手上有一笔钱，我要把它放到哪里最好？那当然就是农地。原来是这样，谢谢蔡老师。其实我们知道台湾是岛国，我们的粮食只能靠自己生产。那可是呢，现在因为开放了各个通商口岸其实在这样全球化的情况之下，我们进口粮食无余，所以导致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农地的价值就越来越低落，以至于当那个房市这个热房市的这个看不见市场的时候介入的时候，那农民这个屈居弱势劣势，很快就会被打掉。所以这也是今天在现场很多的来宾都提到的一个忧心。你有现有看，等一下我转到出面台不该现充呢？你有过来看到，如果说这个状况已经存在了10几20年之久，那现在也有新法修正出来要遏制这样的现象，我们怎么可能尽众人的智力来跟现在的现况和平相处之外，再找出我们更好的出路，改变过去也突破未来？你现在协会杨屁股转到现充。大家各转到出面台会嘅讨论现场你今日都係依單了河山河水素材下9條，了風用兩吹過來，大家湊到了大部分呢就係強下關心，就你農業嘅問題就講到我們台灣其實以農立國我們的生產糧食生產跟水源跟土地，那是不可以斷開的2個鏈接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但這麼多年下來的開發主義我們這一路往前衝，因為在農業無法突破的一個得到更好條件的這種限制之下，就會開始這樣子一直往前衝，一直開發。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狀況，好像連鎖反應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們現在寧可要踩剎車，趕快補破網，趕快亡羊補牢改善。那我不知道在場的鄉親，其實聽了剛剛來賓的那麼多的討論，針對我們的農地，還有農舍，當然還有我們現在新法限制開始有一些作為。你們的看法，甚至今天我們副處長也在做，有給縣政府的一些建議嗎？還是有縣政府沒有看到的地方，是來自於農民基層實際的觀察，也能夠分享意見的？我看到這位小姐，先請你來分享。以現在的農發條例來講，你的農舍是可以蓋在你的農田上的，但是其實我們對農村的一個理想呢，應該是說我們要盡量保持農地的完整、耕地的完整，然後農地盡量不要損失，讓整片農田或是整個地景它有一個完整的可以去做生產的部分，所以我們會比較希望說，是不是有可能讓農業的在生活區跟生產區可以做一個分隔？那小姐你怎麼看這次修法當中就有其中一項，就是說你將來新蓋農舍，你得蓋在邊邊角角，禁絕蓋在田中央，這算是某種補救或限制的措施，你是肯定的吧？這個相對來講會較過去蓋在田中央的狀況好，但是其實它還是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有包括大牌的这个部分，农舍之外，那有些比如说你做民宿，甚至是违法做工厂或者做餐厅的，他们一些污水再排放都是直接进入你的灌溉沟渠，其实是对农田在工作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那再来就是关于像我们农发条例是归农委会在管，但是像农村都市计划啦，或者是农村都市更新这些又是归内政部在管，它其实是分属在中央体制是不同的机构在管。那当他们没有在做一个跨部会的工作小组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农村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跟农业的政策一起进行去讨论的。是，谢谢你哈。待会你的意见我们会请我们台上副处长来回应。还有这位小姐你好，我只要去举发就会先处理。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还是会担心自己的身家安全啊。那这个举发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我是不是匿名一定接受？那我相信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立再怎么样的法，我觉得你有一个作为出来，让人家知道说，你真的在做了。我觉得那造成的那个信心，以及所有的民众会觉得说，这有效那我们一起来。我觉得应该要有这样的魄力跟实际的做法，所以给我们一个明定的怎么样我检举。我可不可以匿名？因为有一些部分是你匿名我就不接受，那只要匿名我就一定接受。那我家好几家，附近好几家，我一定先来。议员，我也请教一下，刚刚两位乡亲提到很关键，就是细节执行的问题。第一个，我举报我有身家的安危啊，那还有这个搭牌的问题，如果它也是一个细项，如果不解决这个，影响到灌溉水，还是整块田毁掉。我们议会这边的了解，在有关这个取缔这件事情啊，其实不只是到底取缔可不可以匿名这件事情啊。回应刚刚那位小姐，因为其实取缔的人他可能因为爱这块土地，或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政策上也可以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所以他其实有就是在取缔上是有这样子的调整需要。但是我觉得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在现在的农舍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人他很有可能不知道自己违规，或当初他购买的时候就觉得说，当时是可以的，现在不行了，那我不知情啊，那不是存心犯错的。对。那所以其实现在在议会这边，其实我们某种程度还是会去听到各种不同人的声音。那其中也有一块人声音是拥有农舍的人，甚至其实是有一批人他愿意开始自我做改善，或者说开始真的去讨论，如果真的要加入农村社会的话，在他的屋舍的部分的改善跟做法应该是什么？还有其实对，而且还有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政策下来之后，到底一直说取缔，但是这个取缔也有讲到可能说由大到小，有危及性等等，但是这个并不具体。如果你没有具体的去讲出说，到底现在在宜兰县境内的农舍大概分成哪一些类型，它的违规的等级，那您处理的优先顺序，那不同的等级所处理的方式，譬如是拆迁、是改善还是罚款等等，像这样子的规范，一个完整的模式规范没有出来的话，其实这样的政策是非常的扰民，因为没有农舍的民众希望维护地景的农舍的希望维护地景的民众，他们在跟这些有农舍的民众在对立，但是其实大家都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身家安全，为了让我们的宜兰更好，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规范是需要被定出来的，否则是人心惶惶，而且你没有明定出一个这样子的规范，其实民众也没有办法去评断，去感觉到说，你是真的有魄力要做些什么事，因为你都整理出来了，而且也想好要怎么做了。是，谢谢你，议员。所以副处长，规范必须要很明确到让人知道说我到底是犯了错误的第几级，我好随时纠正改正。那还有针对周边他们这个提报，我们有没有一定的 SOP 或机制，可以帮助他们更安心的来做这整个系统的贡献呢？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检举案件，那这种检举案件一定是无可避免的。那这种检举的，我们也会去实际的去现场去查。那如果你有居民检举的，当然我们一定要具体回复。如果你没有居民检举，依照这个人民的陈情那个检举排到后面去的规则，它是在比较后面的。那现在我们要这个举报可以匿名。基本上你匿名，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复，但是我们会去了解那个到底会了解，对，会去了解，对。那这样子，如果说要促使你们积极去了解，我就一定要居民。那居民对我举报人来讲有没有威胁？那如果有威胁，你们会怎么保障我们吗？基本上我们到我们的承办员的层级是看不到检举人的姓名的，那个是我们由我们的为民服务中心这个地方里做整个中控了。所以回复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呈到
那个由他统一来去做答复，所以地主根本不会知道是谁对，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是地主了。对，嘿。其实我们讲到说，其实宜兰县跟其他的台湾县市还真是有一些特殊之处。当然它山好水好，非常漂亮。除了只有一个立泽工业区之外，别无其他工业区，真的是山清水秀。那我们还有发现到说，地方的活力非常的高昂，不管是各种的农民团体，还是自耕小农、年轻农民，都已经研发出自己的一套生存的模式，而且这个成绩越来越亮眼。不相信的话，看下回改两屯养片。宜兰县政府嘅医療太太，大禮拜5嘅農民試食，規模雖然無大，不過提供伊個示範作用，就係消費者同生產者直接面對面。生產跟消費應該是一體的，不應該斷開。所以我會很希望消費者直接跟農夫買。那我也會很希望我生產過程當中的每一個環節，我在意的事情，我怎麼耕作，我希望把這個知識給透明化。呢個試食是嚟同消費者分享自家嘅理念，所以李玉賢特別留一片擺攤，弄特別歡喜。同了解試食地擺，李玉賢嘅細時算係後生嘅，35歲嘅佢，3年前對台北轉故鄉，結束新聞業嘅都市生活。原因係因為當時一連串嘅涉案風暴，還有自家嘅生涯規劃。就是這個不斷的衝突，以及在都市裡面真的不喜歡都市那種疏離的生活，就在思考說，想要回來跟家裡的歷史做連結，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自己決定自己吃的東西的安全性。同烏卡嘅歷史做連結，係因為阿公同阿爸攏會做農，就算你下腳下嘅土地係用租嘅，不過做嘅農耕行為在延續地加速嘅歷史。又改制要改面嘅嘢，本而家係睇後邊一個係四阿妹，是嚟將故鄉做耕種人。另外利用至耕種2級左右嘅面積，用嘅係有機耕作，先主要係為本自家同消費者自家安心，同時本農作環境同源，達到共生。其實本農作同環保持得平衡嘅概念。有幾年來，有其他宜蘭農地大量本農舍佔領了後，亦都採聽宜蘭後生人有所思考。宜蘭嘅農村應該愛與循行。宜蘭的新農應該是能夠透過我們的友善耕種，然後透過我們保護水田、保護環境，然後能夠把這樣一個算是責任感，然後變成我們的工作，也變成我們跟社區、我們跟消費者之間的連結。可能宜蘭嘅非農用農舍泛濫問題已經當嚴重，不過要採取後生人嘅新觀念，關心自家嘅家鄉。相信一股力量透過串聯，其當家嘅是到社區、到鄉鎮，甚至規個宜蘭縣變做一個市場，進一步變做行統同實現。款待大家养片哦，我不知道在场有许多的年轻农民代表，你们怎么看哦？这次当然新法在修正通行之后呢，开始某种程度来讲为我们农民整理了战场哈，我们可以开始好好的表现。那新上任的农业处长也说了，希望未来他努力的方向之一呢，就是要降低青年农民回乡务农的障碍。好，这个障碍要拿掉。各位农民朋友们，你们怎么看？那对于现在县政府在做的这些作为上，又有什么建议呢？来，我们先请这位先生。我是觉得现在县府的状况，其实我自己是还颇认同的啦，因为我觉得长期以来台湾对于农地的管控其实是没有工具，只是不去执行啊。对，所以对我来讲，我现在其实担心的不是现在的县政府的执行力足不足，其实我担心的是林聪贤走了之后，那接下来的他愿不愿意继续执行？得考虑到永续10年、50年。对，因为没有做，其实这个事情简单来讲，如果要做抽查或者是做稽查或者是做拆除，他其实县府他只要不作为的方式就很简单，他把预算删掉就好了。对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县府来讲，我其实是颇支持他们的作为的。那你觉不觉得靠一下你们自己青年小农的力量？你们现在非常活力旺盛哦。如果你们未成军成力量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监督政府啊。我觉得除非我们有勇气拿锄头去攻击新农社，要不然我们大概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阻止农社进，因为很简单，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属于那种
买不起农地的人。是，对，我们大部分都是租农地的。对，好，谢谢你这样的呼唤。除了现在的宜兰县政府之外，希望每一届每一任的这个执政者都能够好好的思考。过去可能因为没有很严格的监督，所以每年600-700栋的房子盖下来。现在有了新法之后，是不是可以从600-700栋降低到500-400栋，或者300-200栋这样往下降？只怕说这个政策没有延续化，到时候又回复到700栋、800栋，这要继续持平做下去，当然需要大家的智慧。好像还有这位年轻的先生，小农民也要来告诉我们你的心得，是吗？你好。对我来讲吼，较麻烦就是讲，迄落日头吼，因为日头有迄落。厝有迄落起迄围墙嘛，伊就日头就照着一个影呢，就对，因为对我是真需要日头的作物嘿，就有迄个影伫遐过去吼，我遐个田就迄落收成就较歹就是。过来讲，因为遮个农舍伊有咧有饲猫仔、饲狗嘛，遮个动物伊对一寡野生的迄落水鸟啊，会造成影响，因又毋敢来。遮个水鸟有诶是会晓，有诶是会斗食金宝梨的啊，有诶是伊爱食遐个杂草，所以我田地管理就会较搞工安尼。所以你也很辛苦啦哈，希望你这个辛苦坚持到第2年、第3年可以慢慢改善啦哈。谢谢你，也谢谢你的辛苦，肯定的辛苦哈。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原来在耕地上哈多了一栋房子，不只是说吃掉农地面积这么单纯的条件而已，可能它影响是整个这个种作的生态。所以农民都告诉我们，他那么年轻、正有活力的时候，原来工作起来这么辛苦。希望他未来工作不要那么辛苦，然后我们副处长多加油。那还有这位先生也要发言是吗？你好。这些土地的掠夺，在目前在全世界，我想我们政府对这个区块都没有去很重视，然后对于农业的政策也很忽视。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口，那我们的农政单位是不是要从我们要如何生产足够的粮食？第二点，怎么去生产安全的粮食？我想我是中南部出生的，我到宜兰已经10年了。那中南部那都是会供应那个北部这边的蔬菜，大部分的农民会有分为。这一区是要卖的，这一区是自己吃的。有什么差别吗？那所以新农，你们要做农业，那什么样的农业方法，你们要自己去做决定。我想这种决定会影响到，会取决于你对环境的态度，你对土地的态度。我觉得你一定要种出你自己敢吃的，再给别人吃。对。是，这是一种良知的问题。谢谢你，农民的良知哈，有心做，有好的土地生产，有友善的环境。蔡老师，其实你自己就是罗东人哦。那罗东人现在看到，其实就像我们平原讲，我们的社团小农非常有活力，他们也很认真在拼。你的看法、意见呢？对，那我真的觉得其实新农社群其实不只是宜兰最大的资产，我觉得是整个台湾农业未来最大的保证。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已经开始是以一种新的农业的典范的思维在进行农业的操作。那这个新的典范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发挥农业的生产的价值，我们还发挥它在生态服务上面的价值。同时呢，我们透过这个兼顾生产跟这个生态的这样的一种农耕操作，我们同时把宜兰现在的农村建设成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非常适合这个养生，那甚至也非常适合是未来大家在这边退休，然后安老终老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农委会讲了很久，说农业有这个三生的价值，生产、生活跟这个生态。可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要落实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在宜兰的这一群新的小农的社群身上，我才看到真正的政策怎么样被操作、被实践出来。是，所以其实它不只是农业生产，更是我们所理想、向往、追求的生活的好地方。那宜兰这么好，其他有没有可能被复制到本来条件也很好的花莲、台东，或者是刚刚那位同学讲的台南，是不是也可以再来复兴革新呢？好，我们也把时间交给议员。
也是想要回应刚刚讲到的有关我们宜兰的兴农。其实从宜兰兴农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县政府它其实很可以去反思跟去重新整理它的一个政策，就是在农业相关的政策。刚刚平轩也讲到了，农业政策最好的顾问就是这些农夫，这些兴农他们只是出现的新的模式。我一直都觉得在宜兰的农地上面可以拥有的产销农业的生产模式、生活方法跟产业的结合，一定会很多样。现在看到的兴农小农们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有没有办法照顾到更多种，甚至于我们宜兰县真的在产业上的政策会重视我们农业，其实真的是在每个政策的细节都可以看到。譬如说，你今天真的很在乎我们农业产业，有些农业产业它很认真的在做生产，可是有一些农业产业它可能喜欢结合，它会做的是深度旅游的结合观光，它在乎的可能不是产量，而是观光层面。那你怎么样开始把这样的平台释出，媒合这样子的人物，提出这样子的资源，把原本在做补助的事情，在做休耕的事情，在做补偿性的事情，把它变成真正的是政策上可以提供给创造出来的平台、资源、课程，让这些人真实的可以回到我们的农村里。我一直都觉得说，其实这也是要除了跟县府讲，也要跟我们的就是民众讲到，就是我们不能够一直还在看到底现在限缩什么，还有接下来要取缔或继续罚什么。我一直都觉得，刚刚也有小农很担心，如果说今天执政者换人了，会不会这件事情就没了？对，所以其实我们最根本的，其实处罚它不会永远。我觉得希望对提出希望跟可能性才会是永恒的。其实林县长也是我们县府团队这4年最大的工作，反而应该是就不只是这个线索，最大的应该是怎么样让我们农业真的可以转型，出现希望。对，这样子4年后，就算是新的执政者这么有希望的产业以及发展的趋势下，应该往这个方向。4年后的执政者，我相信民众的观感以及4年后执政者要做的做法也会不一样。是，谢谢议员。地景地貌的协调性跟整个功能性的提升，这可能是我们追求永续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其实兴农不只是指年纪啦，其实在思想上、做法上有所革新，也可以称得上兴农。这位大哥，其实在地也种植好久了他其实对农业是现在宜兰站在这个转弯点当然这边后面有很多后劲啊，你这样一路这样耕作下来，看到这个时间点上，你会觉得说有什么话是可以建议给我们县府还有我们的年轻朋友的呢？以前我细汉的时阵，阮到艰苦的时阵，我跳落沟仔底下暗丰富的菜都有了，拢免去买，鱼虾贝类逐项拢有啊。但是即马农药使用率高啊，迄个污水乱排放，对整个把我们宜兰县的景观已经破坏掉了。所以外部的环境其实是让农业永续所有生力军可以发挥的舞台之外，对，这个是不可以缺少的一块。对，那拢是破坏了先甲破坏了。这边来建设。那现在救还来得及吗？赶快救！我想要来得及的话除非生活要回到原点了。这赶快救对了，全球气候已经暖化了你怎么样去救？现在只有说能够做多少，也当来处理偌济工课尽量来做大家有一个好的想法，才有法度维持未来永续经营的概念。谢谢这位农民大哥我们一定要有深切的体认，然后尽量的来改善现状。还有乡亲朋友要发言，这位大姐，咱迄起遐农舍，伊迄四架起嘛，伊迄水的排放拢排迄个大排，大排到时阵佫捡，佫转来佫灌咧田底，田底迄稻啊，佫大家佫来食。污水循环。对，所以我感觉。若用集村的方式来起甲遐像讲30-50家遐迄区的地，拢甲伊规划一区，一个角遐农舍1/10伊拢甲起喺遐，遐水管的污水排放啦，什么遐水电的牵啥嘛拢真好管理，嘛较袂着贼头。希望咱政府用力做好这国土的规划，而且甲这个咱的。农舍用集村的方式，莫阁继续破坏咱的地景，就是。好，谢谢。还有没有农民要补充发言的呢？你好。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政府可以当然很多作为，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很鼓励大家自己煮饭。我怎么说你只要回去出去外面吃饭啊，你一客700块的餐，我们其实有实验过，我们吃就知道了，他提供的饭其实可能不到5块钱。
就是它的口感也不好，然后它可能放很久了。但是如果你跟我们小农买我们的米啊，我们的米其实一碗饭可能会相当于价值大概会要到10块到15块。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小农能够温饱呢？就是全民大家都常常在家里煮饭，就把在外面花那种1克700块、500块的钱拿来，你就买自己的米，买好的米。那这样我们的小农的米就会很容易卖出去。那这样子我们的农业就会很有希望。所以我觉得有个根本上就是消费习惯要改变，就是其实你用嘴巴去吃到真正食物的味道，会是对我们台湾农业一个很好的全民的帮助。我们当然不能全部都说啊境外改变啊，政策要怎样，可是事实上其实你的消费就已经在改变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一点小小意见。谢谢你，每一面都很重要。杨老师，咱是不是有积极性的农业做的？啊，利用今卖工具甲产销的管道啊，会当做外销。咱较早农业转轻工业时，是不是对出口有补助？所以遐补助用较低的价钱出去外口卖，结果轻工业才渐渐发展成今卖尾来科技工业嘛。咱农业当然不一定爱用补助外销，咱用另外的形式维护咱广大的农地，然后继续生产。通啊符合拄啊蔡教授讲的，生产价值要大于资产价值，无人会卖地啊嘛。当然这也较久的时间，但是要有开始做的起步哈。非常感谢我们的农民朋友，哇哦，发言很踊跃，来。农沙这个数量增加的问题吼，我个人的看法就讲，宜兰县政府有去调查讲要多大于多少农民，一间农沙迄一多少人，多大农沙多大呀农沙要遇到紧张啦，大部分因为去农沙人就讲爱新买的土地。我就去建农沙，但是假使讲佢本身就有农沙的话，根本就无需要来去嘛。所以唔要讲限制讲2等钱以下，我就有福嘅，做唔到来去农沙，按这样做控制哈农沙哈大量增加的问题。好，非常感谢大家提供嘅建议哦。副处长，其实今天发言很踊跃，包括我们的评选，我们的蔡老师也都一再提到，其实农民的活力真的就是一直保持在高点，需要更友善的空间来支撑他们，希望在政府单位这个角色绝对要被彰显哈，才能够更有力的运作。那刚刚很多的朋友们也都提到，其实在后续的生产串联也好哈，在整个产地的环境都需要再更加把劲。县政府这边听到了吗？那其实我认为危机就是转机，而且现在其实。因为土地争议的发生，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世代争议的发生，那基本上必须也面临到转折。那这样的转折，我都觉得，其实也引诱着政府一直在希望能够朝这个目标去做更大的改变。尤其我们宜兰绿色博览会这个主题叫做农业新时代，我们必须要去做的那个叫做新的农业的经营模式，包括说从我们的整个。对于教育这一块，对于生产这一块，甚至对于整个6级化，我们讲6级化这一块，我都觉得是需要大家公民的力量的声音，跟我们这些小农跟农热带的声音，去做整体的一个让它的发生，让我们能够去促使着甚至我们或是中央部门，然后大家一起往这个目标来迈进。至少你们现在非常努力，开创善的条件，让这些第2代、第3代他们可以继续安心的耕作。今日呢，安尼来到了解劳动提起，找到安多间因强下的关系，因为个农业生产环境哦，也困到糖到大家个心，然后大家个达标，大家从心吼透过达标，做得有很较好的未来。你来出面台副度了，大要个讨论。今日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哦，也感谢乡亲们个收看，安尼再会。